年第一阵寒流礼拜到台湾会寒到初一，为落未进前会落雨，北台湾温度上低剩8度。美国总统 Trump 取消伫咧美国出事到公民权地方提出诉讼，怀疑裁定 Trump 的命令威胁爱慢车执行。日本去年热人温度高，雨水少，高丽菜收成无好，继续起几落尾，店家即马就要减量来供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台珍。节目一开始先来看，明仔载开始就要休过年啊。不过今年第一阵寒流礼拜会到台湾，会寒到后礼拜3，也就是初一。而且北台湾的温度上低会剩8度尔尔。为落暝进前会落雨，为落暝过就会转做大冷的天气。交通的部分，今仔下晡国道1号落南的方向，车是有变较济啊。伫要过年啊，尾仔嘛车阵开始出现。下晡北部国道1号落南来回路段车有较济。明仔载是连假的头一天，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点八的路段，到时车会较济，民众要注意，或者是行大体道路。截至下午3点，国道的全线交通量落在57.4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估今天大概会落在107百万车公里。北部地区的话，像国一的南向内湖都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国一北向新竹路段也有发生一起事故。迎迎过年，南北来去大鹏的人阵，交通疏运就真要紧。桃园机场公司讲，根据桃园机场航班运量人数预报系统显示，2025年春节疏运的期间，一天平均的运量差不多14万5千人，一天运量上悬会伫2月初2，也就是休假迄天。预估出境的人潮的尖峰会是在明天跟后天，那入境的是在2月2号的那一天。那这2天的人潮的趋势，我们判断在最尖峰的时候将会超过15万人次。那这是在疫情之后的春节的这个最高峰。为了鼓励民众坐国道客运，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为20时开始到休假，那坐全台湾90条国道客运的路线，上侪会当拍到6节。另外，为了减少小站要坐高铁自由座的人阵，嘛有加开代替新乌一站往回台北站的自强号，无共交通的方式来疏运。所以其实票真的现在高铁不好订。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台铁，还有刚刚讲的客运，国道客运其实今年打到6折，而且是90条路线，几乎是我们要到台湾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搭得到。那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年新正的期间温度变化较大，2日暗时至27，各地气温会降低，北部甲东半部会较淡湿较凉冷，为落暝到初一透早，雨会较少，变作是大冷，一直到初3气温会豆头回升。不过，都要特别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初4了后温度会阁降低。27号小年夜到大年初一的清晨这一段时间，我们受到寒流的影响，会有相当多的地方低温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那甚至在北部地区宜兰以及金门跟马祖可能会下探到8度左右。气象署嘛表示，为2日暗时到27，各地山区海拔3000公尺以上，尤其是北部、东北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水汽甲温度若拢有够，都有机会会落雪。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甲政府的总预算抬2000亿，行政院宣布地方政府的补助爱先冻结50%，引起各县市反弹。云林县长张丽仙就批评中央，讲调野对立无应该甲地方嘛做伙拖落去。高雄市长陈其迈是烦恼会影响到高雄的交通建设。114年度总预算删减2075亿，行政院长杜英台宣布，要直接牵涉弱势福利政策部分，地方政府的补助项目拢先冻结50%，引发各县市政府的不满。地方一定会继续的努力，全力的冲突，每一分钱都不要浪费掉。我们大家会让新北市因为我们的努力被看见。如果冻结3%，就会影响中央政府的整体运作。那冻结50%，那我想是不是要摊贩整个县市政府呢？张丽仙批评中央应该理性公平来对待有算审查，无应该保守相款来对待地方政府。高雄市长陈其迈时讲，这过年心情真无好，烦恼高雄重大交通建设受到影响，心结挺起来。南部的这些交通建设正在起步，那结果这样大笔一挥，让人家觉得欲哭无泪了哈。整个过年的心情也都非常的不好。这个恶因蓝白疯狂，而且无差别的，而且是有仇恨式的这个预算删减，我们觉得是蛮
可惜也蛮遗憾。台北市政府讲，那今年预算比去年增加，也无得补助地方政府所需要的预算，相信民众袂认同。台中市主计处市长讲，中央若当季恐惊严重来冲击，也是排开各项补助计划，希望中央细心来评估。我们没钱就是没有钱啊！冻结的意思就是要等解冻才能用啊，解冻的程序是要按照立法院的要求，有提出专案报告同意后才能够解冻。但是目前我们自己会比较悲观。老西方也进一步讲，就算一个冻结的款项可能有200亿，各地也未完成招标的工程爱先暂停，并且会调查到一寡预算是急需要使用的，也尽紧来通知地方政府。记者综合报道。蒙古的货船保顺号这个月伫咧嘉南外海甲屏东邦山的外海出现，伫咱海底电缆的附近驶来驶去，外界怀疑因是要来破坏电缆的。不过，咱的海巡上船检查无发现破坏电缆的装备。学者是建议海巡爱甲即寡科技的船拢甲建立资料，另外嘛爱加强无人机的巡查。三个海巡人员一个爬推起哩，二三执行定准检查，这只蒙古籍的货轮保顺号最近出现伫屏东邦山的外海，航机是真可疑。海巡人员确认船籍资料含船的证书无过期，货舱嘛是空舱，后甲办无拖带订了这装置，嘛无发现船顶有破坏海电这设备。目前船舶正在退后。海巡指出，讲保顺号伫台湾南北部的海域驶咧行，专程监控，正细致定检。因为保顺号先是初5的时阵出现伫嘉南外海，伊当阵的解说是主机故障，拍定在维修，后壁佫转去皮加斯北方的近海，但是一直伫外口扫来扫去，航行的轨迹含海缆拢踏做伙。最近佫驶去邦山外海海缆4内的海域引起关注，而且伫高雄港西北边2.8海里拍定做补给，目前佫伫咱的领海外口。后续将持续与航港局等单位监控我国海域船舶动态，倘发现或获报相关海域内已有船舶违常滞留情形，即通报各港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包含在定义机那做监视巡航，那透过各式的设备，包含在海底电缆自己在中华电信等我们的有关单位能够布设警示的相关的这样的机制在，那都在进行中。海巡强调讲，若有可疑的船舶正常留伫遐，除了用公布要求伊驶走，必要的时阵嘛派船来驱离。尽量较紧处理，就是因应中国宽基轮顺行39号，过车是涉嫌甲嘉南外海的国际海缆挂号灯。学者认为讲，中国想要来操作人敌战，海巡应该避免落入铺设地带含伊底下的物。我们又必须要有所因应，不因应的话，它会有认知作战的一个效应，你就必须投入适度的资源，比如说你可以运用无人机、无人艇另外适度的资源，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这些情资的一个辅助。海巡整正应对的做法，未来优先将嫌疑船带回来侦办，嘛含国防部做伙建立资料库，公安局是含国际友盟共享争取。中华电信是表示讲，洪顺海的国际海缆已经修理好，另外自然变脆的台马第2、第3海缆，嘛协调海缆的维修船来做检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去年中华有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看明高道4机动拢放落来啊，搁内要过，加在头前的区间车赶紧打动，才无造成伤亡。中华地方法院一审判这个查甫人关3年6个月。国内犯罪集团上准韩国毒品的乌市介绍好，比台湾几10倍，因就为了购买毒品伫泰国转手，落尾走私去韩国卖。即阵台湾、韩国甲泰国的警方合作查扣20公斤的安非他命，价值有大条4亿。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的原住民语言发展基金会团讲大楼起，一寡态度拢落落来，现场是紧急封锁线。专家初步判定讲，确定这大楼是无起，可能是前几日在地动，这态度才会落来。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去年有一个17岁少年乌白胎囡仔，造成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即阵高等法院甲判决上无52年，因为这个少年凶手伊犯案的过程实在是真粗残，多民众认为爱甲判甲上重才对。后英国媒体叫做是寿司波特杀手的鲁达库巴纳开庭审理的第一天，就对去年热天伊犯的3死10伤的案件做答辩，对无认罪改做认罪。因为伊犯案的时阵无满18岁，是未成年，未当判无期徒刑，未当假释的上重刑罚。英国的高等法院法官古斯23是判伊至少要坐监52年。He was arrested, taken into custody,
And whilst Rudy Cabana did not say anything in his police interviews, he did make unsolicited comments which are deeply disturbing, including, quote, "I'm glad to see those kids are dead. It makes me happy," close quote. And, quote, "It's a good thing those children are dead," close quote. 案发的现场，车路顶悬监控录影画面，各计程车仪表板顶悬的录影机，拢提起法庭做证据。会当看到鲁达库巴纳伫抬人时阵有够恶质，有够残忍。3个互伊抬死的查某囡仔，年岁上细才6岁的芭比，红抬122刀，7岁的艾斯身躯顶有85刀。This was the most harrowing,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ur force has ever dealt with. 出院的宣判才短短几分钟了后，执法单位就接到投诉，指其讲这刑期伤短。反对党保守党的党主席巴丹诺克就透过声明讲，有强佮有力的理由应该受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拢知影，美国有一项规定，讲不管爸母是倒一国的人，囡仔若伫咧美国出世，这个囡仔就算是美国人。这条规定为1868年到今，已经有158年的历史。新开始的目的是要保障美国南北内战了后黑人奴隶权益。不过后来是有愈来愈侪非法的移民想要让囡仔摕到美国的公民权，都想尽办法走去美国生囝。所以 Trump 上任了后，就发布行政命令取消这项权利，因规定父母其中一个人爱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永久的居民，这生出来囡仔才会使做美国人。目前华盛顿等4个州是联合提出诉讼。地方法院嘛裁定 Trump 这项命令是违宪，要暂停执行。对着川普政府有关限缩外国移民伫美国生囡仔了后，囡仔自动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即阵已经有22个州总共联名提出5个诉讼案件。23由西雅图地院作出裁定，由华盛顿这4个州提出的案件是其中的一件。对着院方裁定，各级执法的单位必须要暂停执行川普政府的新指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是川普政府重大挫败。不过，川普本人对着出现这款的裁定无感觉意外。同时，移民政策智库的学者对法律观点出发，认为这场司法大战也真有通拍落去。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1款的前半段条文，凡是伫美国出世也是规划美国，并且属于司法管辖权之内者，为美国甲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学者指出，关键就在司法管辖权内这几字。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aying that there's a clause in the 14th Amendment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be, quot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sort of the linchpin of the legal battle that's ahead. These legal cases are probably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and they'll likely be appealed all the way up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n we'll see how they interpret the 14th Amendment. 除了有关移民所生的囡仔的公民身份问题，川普宣布重大政策也包含竞选期间一直讲到有关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甘乃迪兄弟2个人，甲有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金恩这3大暗杀事件的相关机密档案，川普也伫23签署命令，甲文件解密。另外，2004年7月13，川普伫宾州做社场合拄到刺杀，当时用身体甲川普围掉咧。被困局干员库兰得到川普亲身提拔正做被困局局长。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来看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入选的名单，法国甲墨西哥做伙拍电影《追残女人帮》入选13项影片上大上请影。咱知影，伫咧2000年，导演李安排《卧虎藏龙》是入选10项；2019年，韩国电影《寄生上流》是入选6项。这届《追残女人帮》入选13项，嘛拍破英语片以外提名纪录。这出电影是一出西班牙语的犯罪音乐剧，故事咧讲墨西哥一个卖毒集团的老大，想要变性做查某人。这出电影探讨女性的自我价值受到肯定。那主角演员卡拉斯菲亚，伊去年就已经摕到坎城影电影影后，是第1个跨性别的影后。这届伊嘛是奥斯卡第1个跨性别演员入选最佳女主角。Are we ready for some nominees? Let's go! 大家正关注的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23出来啊！以墨西哥做背景的超现实毒品犯罪音乐笑诼剧《璀璨女人帮》，一个入围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等等13个奖是上请赢，超过《卧虎藏龙》和《罗马》，嘛创开英语片提名上侪项的纪录。李正将这出戏嘛是金球奖表现上好的，摕到音乐啊戏剧对最佳影片顶次的大奖。
同款伫金球奖等实力的史诗级移民片《初派建筑师》以10项提名入伫后壁。另外，起小的欧洲好家人台湾的美国导演朱浩伟执导的《无法歹红姨》，挑战传统广告词内面对歹人的定义。另外，伊嘛得到10项提名的肯定。这3出戏会和其他7出做伙来竞争最佳影片，这个竞争会使讲是真激烈。I think it's between The Brutalist, Wicked, and Conclave. I think Wicked, obviously, everyone loved Wicked. Conclave is just this movie that the word of mouth is so strong. It's done really well. And then The Brutalist is just when you look at Adrian Brody's acting in that movie and you look at the movie as a whole, it's pretty incredible.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tight race. Demi Moore in The Substance. 拄得到金球奖影后的戴米·摩尔，接落来会搁一摆去竞争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以人物做主题的作品《巴布迪伦摇滚诗人》是摕到8项的提名，包括男主角天帝提摩西·夏勒梅会挑战上少年影帝的头衔。另外，写川普早期伫个商场是安怎起来的空人法则，拄好拄到川普登去白宫的热门话题，嘛赢到真侪关注，入围最佳男主角和男配角。但因为表出川普一寡无想要防灾的代志，川普嘛呛声讲要提告。今年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的时间，因为洛杉矶大火延期2摆，改做线顶举行。颁奖典礼按算会伫台湾时间3月初3。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年11月到加当年的2月，泰国天气属实较袂落雨，上适合旅游，不过空气品质嘛会较歹。最近泰国曼谷天顶就白茫茫 ，PM2.5超过标准，地区300多间学校停课。政府是出动飞机抓冰水，希望这寡空铺诱粒会当散开，不过敢有效果，也唔知影。泰国真侪地区的 PM2.5严重超过标准，气象当局讲，23首都曼谷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8倍。即阵有352间学校被逼来停课，将曼谷所有学校变成有900名学生受到影响。当局为了改善这种情形，派出飞行机到1500公尺天顶气压冰水也是打冰。专家说明，散布微粒无到散去，是因为极温现象，也就是讲地面的空气温度较低，高层温度较悬，顶面下面无到对流，喷压冰水会使减少顶面下面温差，促进这个空气的对流。แต่การคาวซีลิ่งครั้งนี้เนี่ยที่จะลดฝุ่น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กิดเมฆที่มีขนาดใหญ่แต่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กิดฝนแต่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ำให้เกิดลมที่ไหลขึ้นไปสู่ชั้น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เพื่อที่จะช่วยระบายฝุ่นที่อยู่不过，有专家坦白讲，并无真强的科学证据会使支持安尼做用的真正来改善空气污染。即阵也只有泰国才伫咧测试这种的做法。We have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PM 2.5, so anything that might be relief of those PM 2.5, even though we don't have the whole complete data yet, it might possible to be a good solution during this time that we have no other options. 泰国每年的冬天、春天2季拢会因为冷空气停伫遐，加上烧掉臭食的农业废弃物，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近年来气候常常无正常，情况是更加严重。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真侪人去日本食猪排，一定爱加这高丽菜丝。不过过年去日本可能会发现这高丽菜丝量变少，因为日本旧年热人温度悬，雨落伤少，高丽菜收成无好，价少起几2倍，店家只好减量来供应。规碗的高丽菜丝，甲日本酱料淋落，就是经典的日本料理煎猪排上重要的配料。不过日本旧年热人温度伤悬，雨水落了无平均，致使今年寒人高丽菜收成无好，价格嘛贵三三。一条高丽菜原底只要200块的日票，差不多台票42块，后来起到一粒都要120块的台票，甚至有的所在已经起到228块的台票。专家讲，旧年日本热人甲秋天，拢是历史上上介热的。致使高丽菜毋是大了了，就是发了真歹。高丽菜主要的生产区爱知县，产量已经减30%。真侪做食的业者讲，高丽菜丝甚至已经变作是煎猪排这出料理成本上悬的部分，所以即马供应的量就变较少。想像してなかったです。ここは小麦とかその辺はちょっと聞いてはいたんですけど、キャベツまではちょっと実際の話頭に回ってなかったんで、ちょっと驚きです。
菜的价格会起到遮尔啊悬，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日本从去年开始持续发生的通货膨胀。若是高丽菜，市场咧食的米、米粉，甲各种其他的菜色嘛得咧起价。根据官方的统计，去年12月通货膨胀率已经起到3.6%，真侪民众拢感受到钱愈来愈薄啊。買いましたけどね。でも前はこれぐらいだったのがもう今こんなちっちゃくなっちゃってるから、やっぱり実質高いですよねまだね。为了影响通货膨胀，日本中央银行伫1月24日宣布升息一码，基准利率已经到 0.5%， 创下17年来的新高。这嘛是最近1年来第3届升息。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韩国有一个81岁阿嬷勇敢追求梦想，去年报名韩国环球小姐比赛，摕到最佳服装奖。穿一身白色串珠啊，类似的衣服，81岁崔顺花充满自信行去舞台。在韩国2024年环球小姐选美决赛当中，得到最佳艺术奖。由今年比赛第一摆取消18岁到18岁年岁限制，让崔顺花真欢喜，赶紧把机会报名。虽然伊的年岁比其他31个参赛佳丽用要加出1倍以上，不过伊展现的自信，依然得到喝彩，而且创造新纪录，将做年岁上悬的环球小姐参加比赛的人。 베스트 드레스상은 정말 그 유니버스에서 탔다는 거는 영광이죠. 정말 영광이에요. 젊은이들만 쫙 섰는데 이 노인이 그걸 탔다는 거는 영광이고 제 생애 최고의 날이고. 崔顺花伫20多岁时阵，就想要成做model，或者是电影明星。不过经过结婚、生囝、离婚、甲财务困难等真侪压力，互伊爱面对现实。伫55岁时阵重回职场，到病院做看护工。 一直到72岁时阵，在病人的建议之下，伊报名model训练班。 그때는 이제 아무도 없으니까 저 혼자 연습 많이 하고 복도에 있는 거울 보고 포즈도 나 혼자 연습하고 학원에서 배운 그대로 굉장히 연습했죠. 제가 뭐 70이 넘었으니까 몸이 굳을 대로 굳었잖아요. 그거를 이제 거기에 맞추려고 모델에 맞추려고 엄청 노력했죠. 崔顺花伫74岁时阵，伫首尔时装周第一摆出来展开model的生涯了后，真紧就红起来，而且为真侪时装秀走秀，登上杂志、电视，也分享维持身材秘诀，而且定期伫公园散步。 아침은 제가 항상 빵을 먹다가 과일로 바꿨어요. 과일로 바꾼 지가 거의 한 6년 되거든요. 사과 하나 하고 당근 반쪽. 계란 2개. 이거는 그냥 아침 식사의 고정적이에요. 另外一个59岁因为成功，崔顺花实现生活的勇气也鼓励伊，所以伊决定学习，两人也斗阵练习走秀。 TV에 너무 멋지신 분이 딱 보이더라고요. 그래서 저분처럼 나도 이렇게 시니어 모델을 하고 싶다 해서 도전을 하게 됐어요. 그리고 뭐 이렇게 실제로 옆에서 보니까 너무 건강하고 긍정적인 그 마인드를 갖고 계셔서 저도 점점점 그 옆에서 찾고 듣고 배우고 롤모델로 삼고 있습니다. 2015年，韩国特别进入超高龄社会，到时阵超过1/5的人口拢会超过65岁。崔顺花讲，虽然少年时阵生活较真辛苦，不过到老反倒都会幸运降临，所以伊也鼓励其他年岁较大人勇敢追梦。公司新闻新竹陪朋友。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祝凤七新春恭喜，过年后咱再会。